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关心新冠病毒疫情，向印度总理救济基金捐款；专题文章：西藏努努解放日，中国误导国际社会的又一场闹剧。西藏前政治犯扎西平措因遭受酷刑身患重病而不幸离世。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在宵禁期间为藏人学生推出在线学习资源。驻北美办事处与各藏人协会主席举行首次网络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二3月30号就人类面临源自中国武汉新冠病毒之节，世界各国的疫情极度恶化之际，发表公开信，给予人们关怀和祈祷，并鼓励各方无需恐慌，要以科技与人类的智慧解决问题。达赖喇嘛尊者在公开声明中表示，当前爆发的新冠病毒使我们面临极其艰难的困境。不仅如此，人类也因气候变迁面临种种灾难。印度等世界各地政府都采取了相关措施，对此我表达赞赏和感激。尊者指出，当人们面对健康与幸福受到威胁时，感到忧虑及畏惧，这是自然的。但是无论怎么艰难，我们都要勇气，要以科技与人类的智慧解决正在面临的问题。即便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无需恐慌。尊者进一步指出，我理解世界各国封城的必要性及其结果。目前很多人因缺乏生计，饱受其苦。对于薪资不定、每日生活都有困难的人们，我诚挚呼吁，我们应尽一切所能，提供可能的关照，帮助社区贫困者渡过难关。最后，尊者对于身处第一线为拯救更多性命而承受死亡高风险的医生、护士以及相关的医护人员们表示感谢，并祈祷疫情早日得到平息，人们重返祥和与安乐。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尊者随即于3月31号致函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针对莫迪总理为防止日益增长的2019武汉新冠病毒传播而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支持，并强调将从达赖喇嘛基金会拨出捐款，援助贫困大众度过疫情。尊者在信函中赞赏世界各国为预防新冠病毒的传播所做出的努力。同时感谢总理莫迪与其他南亚区域联盟国合作，主动采取预防措施，建立紧急预防基金以及电子平台交流资讯和专业知识，共同对抗2019武汉新冠病毒的进一步蔓延。强调这种预防措施将会成为未来预防灾情的典范。此外，在上周二3月28号，中共当局所谓的西藏努努解放日当天，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新闻处秘书长次旺加布阿日亚先生撰写专题文章，谴责中共当局为误导国际社会及其非法占领西藏而辩护，制造所谓的又一场闹剧。秘书长次旺加布阿日亚先生在文章中谴责了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主席齐扎拉在当天发表的电视讲话中，就中共如何从努努制中解放西藏人民，以及如何将民主改革和经济繁荣带到西藏，以及中共统治西藏61年以来一直享有宗教自由等言论。秘书长强调，这些言论都是中共伪造的虚假信息，企图误导国际社会，为其非法占领西藏而辩护。秘书长还指出，尽管这个节日与2019武汉新冠病毒一道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混乱和蔓延，但中国还是在西藏首府拉萨庆祝了这个闹剧式的节日。以下来关注一则来自西藏境内的消息。曾遭中国政府判刑7年的西藏前政治犯、已故西藏著名高僧丹增德烈仁波切的助手僧人扎西平措，因在狱中长期遭受酷刑折磨，出狱后一直身患重病，于3月16号不幸离世，终年60岁。
据扎西平措在流亡中的3名亲戚向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透露，自2003年7月下旬，扎西平措从西藏东部康地县牙拉监狱获释以来，他的健康状况就一直很差。他于2020年3月16号在西藏康区理塘逝世。2002年4月17号，中共当局指控扎西平措协助西藏知名高僧丹增德烈仁波切在四川成都制造一系列爆炸案而遭到逮捕并判刑，并在关押期间遭受酷刑折磨。由于健康状况极度恶化，当局提前于2003年7月下旬释放。由于遭受非人折磨和虐待，以及缺乏适当的救治，他在获释返家后卧床至今，最终于3月16号不幸离世，终年60岁。另外，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为藏人学生在印度全国宵禁期间推出在线学习资源，并敦促学生家长及监护人将各自孩童留在家中学习，预防学生感染新冠病毒。印度政府为预防源自中国武汉的2019新冠病毒传播，从3月25号开始实施21天的宵禁措施，影响到民众在生活等各方面的正常运行。全国各地的学校依法关闭，使许多学生失去了宝贵的学习时间。因此，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西藏儿童村学校和流亡藏人社区的许多教育工作者已经开始为学生们提供全方位的学习课程，并提供了针对高中生的每日在线课程。请继续来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于近日在华盛顿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与驻北美各国藏人协会主席举行首次网络会议，讨论源自中国武汉的2019新冠病毒在北美传播的现状和及时应对措施。32名北美各国藏人协会主席及代表、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人和办事处工作人员出席了会议。而与会的达兰萨拉德勒医院的医师宫阙多杰先生作为流行病专家，向与会人员介绍了新冠病毒的传播趋势。会议讨论了疫情期间藏人社区如何应对疫情对精神和身体等各方面的影响。最后，会议一致通过邀请高僧、格西及心理专家作为顾问，为藏人民众提供精神和情感方面的指导与帮助。节目最后呼吁观众朋友们，为预防新冠病毒的传播，请尽量待在家中，保持社交距离，并遵守所在国家的相关规定的防疫指令。如果有任何与2019新冠病毒的相关疑问和资讯，请拨打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的咨询热线。您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网查询与疫情相关的资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